其實而家大部分人工作壓力都好大，好多時候甚至唔識放鬆。返到屋企好多時自己瞓覺嘅時候就瞓得唔好啦，睡眠質素差，第日重重複複都一樣，一起身好似冇瞓過一樣，覺得成個人都好攰。頌缽療癒係一個透過音波、聲音頻率，用一個銅缽嘅敲打，將聲音同我哋身體嘅頻率共振。每一個人身體都帶住有70% 係水分。當聲音敲打嘅時候，同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體水分做一個振頻嘅共振，從而就可以將我哋身體做到一個平衡療癒，做到一個和諧共振嘅效果。當身體能夠療癒，就能夠瞓得好、休息得好、精神奕奕。